勞力士啱啱出咗一條新鮮滾熱辣嘅片啊，就喺度 tease 緊我哋喺2025年佢哋將會推出嘅新錶。唔知大家估唔估到呢一隻新錶係咩款呢？咁今集就想同大家推測下。你會見到隻錶有日期窗啦，同埋狗牙圈嘅設計，同埋喺把的皇冠 logo 下低呢有一條線，咁就應該代表佢有100米嘅防水功能。而另外勞力士亦都有 show off 呢一隻新錶嘅機芯啊，同埋有一條新嘅5格嘅板帶。不過如果大家細心啲睇呢一條 clip 呢，你會見到佢有個透底嘅設計嘅，咁我相信呢一隻錶呢應該係可以見到機芯嘅。之前喺網上邊都有流傳過啊，勞力士攞咗一個 Land Dweller 嘅版權名啦，咁我相信呢個名呢，可能就係呢一隻新錶嘅名啦。我嘅推斷呢，就係會係一隻貴金屬版嘅 Land Dweller 啦，會有日曆嘅功能、100米防水程度、狗牙圈嘅白金圈啦，同埋會有一個透底嘅設計，同埋會加咗一個 integrated 嘅 bracelet 啦。但係嗰條錶帶呢，就係會同而家嘅珠帶有少少唔同嘅，因為佢係會扁啲，唔會咁圓。咁唔知大家對勞力士呢一條 clip 有啲咩睇法呢？可以喺留言區度同大家分享。